好，大家好啊！又嚟到咧，我哋拆卡嘅時間啦，又到我哋今日拆卡。今日我哋拆嘅咧係呢一個Dragon Ball 嘅 Cactus Remix 第4代啊 Volume 4。好，咁我哋而家開盒睇下。咁咧呢個係一個仿版嚟嘅。咁啊，好，係弊啦，解都開唔到。哇！好，咁啊，圍住開晒呢一個盒之後咧，咁啊可以打開個硬皮盒。咁咧開咗之後咧，好，咁啊抽出嚟先。呢一個就係個個外盒啦，個彩盒啊。咁啊睇唔睇到先？咁樣嘅。好，咁我哋打橫睇下。咁咧揭開入邊嘅時候咧，咁啊有2包嘅卡啦。咁咧一包係其實2包都係有啲閃卡，有啲白卡嘅。咁我睇埋個底係啲咩嚟先。咁個底咧有本書仔嘅，咁啊應該前嗰3套都有啦。咁啊冇乜特別嘅，2張紙咁樣啦，有1張紙嘅。咁啊有啲介紹咁樣啦，冇乜特別。咁啊外盒就咁樣啦。咁啊後邊咧，即係個箱嘅後邊咧，就會有齊晒佢哋啲白卡、閃卡嘅資料咁樣咯。好，咁呢個唔好理佢。好啦，咁開始拆啦。擺住呢度先。咁咧，我哋拆咗呢一個特別嘅，佢有一包咧就係有幾張嘅特別卡嚟嘅。咁有6張啊。咁其實都係噶啦，佢1至3彈咧都會有幾張特別卡。咁咧第一張咧就係呢個啦。呢個係第4嘅悟空，跟住哇呢個係比達，哇係啦，又係超4啊，超4比達，超4呢個係超4嘅合體，跟住咧，呢張都係特別卡嚟嘅，咁啊悟空啊，呢個1星龍呢個。嗰2張都唔係好靚，我覺得。咁咧呢6張咧就係特別卡嚟嘅，呢個 Volume 4嘅特別卡嚟嘅。咁啊係啦，呢6張。跟住再睇啦，咁啊睇下邊度睇戲先。咦咁啊，咁呢個唔好睇佢住，拆埋啲包先。咦都齊喎。嗱咁咧佢有閃卡啦，閃卡有好似唔知幾多張，我數下先。嗱呢啲係啲，咦佢 Volume 4一開始就已經係第26代開始，26代啦，咁有1、2、1號啦，1號嘅後邊啦2張，3、4、5、6，咦跟住係27代啦。3、4、5、6、7，咦，跟住去到28代咯。咁啊，28代咧有呢個雙面閃嘅一邊啊，不過佢變咗單閃啦。雙面閃嘅一邊，質素就一般啦，唔係好好，唔係好差。咁啊，咦，得一邊原來真係，後邊係冇喎。咁啊，呢都係啲28彈。呢個唔記得咪29啦已經。咁咧其實佢都係啲復刻彈嚟嘅，即係復刻翻晒啲以前啲本彈咁樣啦。咁啊，咦都算幾齊噶啦，佢26至到去到尾好似特別彈都有。咁啊，逐張睇下啦，再嚟個呢張。呢個係17號杜拉格斯比達。又係呢個超4啊，17號。呢張都幾好啊，悟空星龍拳
嗱，特別蛋就得一張啫，嗱，佢背脊都係有啲咁嘅嘢嘅，有啲字，有啲冇寫年份啦。咁咧，咦？唔記得幾多張添？數多次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。係啦，咁佢普通嘅閃卡咧就有30張，咁加埋頭先嗰特別蛋嗰6張咧，就36張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咁咧，另外就剩低嗰啲就係白卡啦。咁白卡又係啲咩咧？又係啲即係每袋抽少少嗰啲啦。嗱，佢2包都有白卡嘅，咁佢加埋有咁多。咁咦？佢白卡已經已經由26蛋開始啦。1、2，唔逐張咩啦？唔逐張介紹啦。咁啊，自己睇下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。咁有50張嘅白卡嘅。咁啊，仲有一張就係呢個嗰啲看似有用，實際上咦點解佢全部都冇嗰個數值嘅？咁啊，俾張紅色嘢嚟有咩用？佢咩平時啲有個數值咧，咁擺落去咧就會睇到啲數值啦。咁但係佢啲26字特別蛋都冇喎，咁啊留起佢咯。係啦，咁睇下係咪先？啱啦，呢度都寫咗50張白卡、30張閃卡、6張特別蛋、1張唔知嗰張特製嗰個應該係個紅色嗰張嘢啦，再嚟1張嗰個後面嗰個書嗰本嘢啦咁樣咯。好，咁今日介紹咧就係咁多啦。咁啊呢個係睇多次啊 ，Remix 嘅龍珠 Remix 嘅Remix 嘅本蛋啊，第4代。OK，多謝大家。